二，可以吗？有。有好点了吗？今天那边很棒，对不对？现在在一起去好不好？怎么睡着了？那选一个，选一个。那我要这个。上次玩这个都不知道什么时候的事情。不是这样玩呐，这很疗愈哎。我教你，这样子，你要先沾一下，把它沾满之后，然后慢慢的，要慢慢的，要多慢？你看，有吗？有了。你看看那边超多了。有了，泡泡入镜了。有吗？有吗？泡泡。啊，有。有捕捉到那个瞬间吗？有啦。当你喜欢你。wanna be your face in slow motion. I can't forget your face.
不想要，只能躲在云层里。爱给的选择不是唯一，能不让就让我们在一起，找存在的意义。我要退出学生会长，为什么？反正那从来就不是我想要做的事啊。而且，反而在做了这个决定之后，我整个觉得很高兴。夜光，你终于为自己做了一个决定了。我退学你不高兴？没有啦，感觉怪怪的，觉得比较可惜吧。毕竟你做的都比我好啊。你一直都很棒，是你自己不知道而已。喜欢你。但你要知道，不管你选谁，总有人会来。
be your face in slow motion.